Hello， 大家好！嚟到3月份，我哋都準備咗精彩嘅 PV 獎賞，幫大家喚醒身體嘅活力，迎接春天。125 PV 嘅盜賊清潔噴霧，我最中意佢細細支，方便帶出街，隨時清潔接觸到嘅物品表面，全天然植物成分，大人小朋友都啱用㗎。190 PV 嘅寧夏紅係 Young Living 王牌產品，含有原粒嘅新鮮寧夏枸杞同多種超級水果，每日飲用1到2包，保護眼睛同埋腸道，係守護健康嘅第一道防線。寧夏紅體驗到裝1盒8包，大家仲可以帶出街同朋友一齊分享添。300 PV 嘅 Super Vitamin D 非常適合都市人，長期逗留室內或者搽防曬，雖然可以保護皮膚免受曬傷，但其實係會阻擋身體製造維他命 D。佢含有豐富維他命 D， 而且集會風味，支援肌肉及骨骼健康，令身體維持良好狀態。450 PV 嘅天竺葵精油就非常適合而家嘅天氣啦，喺屋企擴香，感受清新甜美嘅花香氣息，亦都可以將佢加入到護膚品，有助減少皮膚瑕疵同埋細紋，展現健康光彩。以上就係3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更多身邊嘅朋友認識 Young Living。拜拜。